是两眼够好吧？今天我们的课堂上呢，邀请到这一位是年轻人的偶像沈建宏，欢迎！大家好，我黑沈建宏，这是我的新专辑叫《半成年送给少年哥》。那今天沈建宏来到这里啊，要讲客家说客家话，对，好不好？现在在宣传期啊，很忙。那平常会有休闲活动吗？喜欢干嘛？看天阳，休闲活动一样，我也很喜欢看电影，一定要假日的时候一定要去看一下电影。真的。那如果现在要约别人一起去看电影，来去看天阳，哇，就是来去看电影，对，一起去看就对了。对，那现在比方说变形金刚很夯，看过了吧？一定要的啊！在开玩笑，首轮的时候，你一到现场看，哇，排队排了一整列，你该不会也会讲排队的客家话吧？排列，哎，算很厉害哎，沈建宏，你几乎开玩笑啊！没想到半成年也这么厉害。好，排列也过关了之后呢，买票有分半票跟全票，半票哦。考不倒你哦，全票，哇塞，全票也 OK。哎，等一下啊，我觉得我有天分哎，真的有天分，对啊，太开心了。OK， 就是年轻偶像一起来学，客家话是很好的事情。还有一个看电影一定要背哦，吃零食对不对？朗达，哇，朗达很厉害 ，OK， 刚刚吓了一跳，对不对 ？OK， 所以哎，你真的很厉害哦。OK， 所以跟看电影相关的看天养你也会了，对，半票、全票、零食，还有排队都会讲。安之 C， 谢谢沈建宏，谢谢。复习时间，去看电影，来去看天养。来去看天阳，排队排列，全票半票零食朗达，行政院客家委員會歡迎大家聽下嚟講客家話。